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类的节目。今日大家来讲嘛解嘛，大家有发现无？吼，对你个社会制度吼，就当到甲你讲平通七平係你可能有谈过，唔係當了解嘅，唔過係講有真是拄到啱嘅平，大家非常多，應該多大人用嘅使。其實除了伊看欣賞之外，做欣賞嘅研究除了容易平，其實做啲為你嘅社會做埋嘅事情，本你對因為平有很好多嘅認識咧，所以你今日繞牆道係類似立新依然嘅，係從為欣賞呢度節目地圖，讓大家嚟分享，先嚟分享欣賞，分享。各位鄉親大家好啊！喺小兒科嘅協商會啊，大家收記下，喺帶桃園楊梅副講員，真嘅分享欣賞吼。之前小記欣賞嘅時間我要講講而係楊梅嘅副講員冇？冇乜講嘅，真嘅吼，失禮。唔過今日真有意思吼，做啲請有唱到欣賞嚟到鴉片，唔過唔係單純講乜嘅片，今日同大家嚟小記欣賞哦，這個。做安樣嘅醫生之外，其實還要做到樣嘅事情。我當然同你嘅專業有關係。一開始是我都還沒有破題，錯嘛？唔過一下咧破題咧哈。我們先今日同大家來介紹一個社會企業委託社會企業。大家一開始談到嘅事情就嚇，馬嘅同事談唔實，結果來講一下。嚟國先嚟回答下大家哦，大家都社會經驗哈。社會經驗其實一間公司啦，因為公司唔過其實主要是講解決就社會嘅問題，你像當到有談過喜愛兒基金會嘛，有談過當到而家基金會，其他啲係做公益嘅事情，唔過你社會經驗係講做乜嘅？係做佢要賺錢，佢老傳統嘅基金會冇響樣係講佢冇老大家靠大家落錢。佢要賣東西不出去，賣東西出去就得利潤，利潤拿到了利潤再過去做嚟照顧弱勢啊，或是解決了環境嘅問題啊。所以簡單嚟講是講，社會經驗係講要賺錢，唔過用商業嘅模式來解決咗社會嘅問題，唔係單單靠大家捐款啊，靠補助啊樣嘢。簡單講起來，有錢到嘅商業嘅單位，佢當然就係賺錢嘅目的。有一種嘅係公益單位，佢嘅意思就係講係種嚟做好事，嚟做公益。唔過社會企業就會經常講嘅，佢可能係它是一個商業的模式。唔過佢最終的那個目的唔係為到賺錢，因為佢有一樣嘅行為，係講得到錢，係真做得去。做更加好嘅事情，回饋社會嘅事情。我今日同大家來分享，用法語來講係委託。大家委託其實講同一個妥瑞氏鎮，有青台就會妥瑞氏鎮的一個社會企業。乜解係妥瑞氏鎮？等下會講一下，唔過同大家先來分享，這就是你係委託欣賞一下講嘅委託社會企業。委託社會企業 logo 啦，委託應該扮演委託啊。英文講 VTIC 啦 ，TIC 是聽以下會講 ，TIC 是一隻通裝，像你嘅經驗膜一經油條，油條一隻佢一隻通作啊冇辦法控制嘅動作啊，所以你。到啲名按到 VTIC 大家向下來幫助啲生意，所以啲公司嘅名按到樣嘢，所以但是啲人家公司喺做乜嘅？你做嘅事情，全部會幫助啲妥瑞鎮啲生意。妥瑞鎮按用嘅人嗬，不過我就親像問主任，因為主任其實來到福氣來分享嘅都係買小兒科嘅問題啊，比如身形嘅問題啊，不過為什麼是妥瑞鎮？其實我知道乜嘅事情，要做要完成，老師嘅背景一定有關係啦，像我本身我係使用醫生健康嘅先生，我本來是看妥瑞鎮，我看差唔多70年嘅時間，現在看病現在是當冇神奇啦，看到就會難嘅，所以剛才就比較發想講。
迄领1000元的哦，按多，其实整体有当奇怪，当到本伊覆盖，又本伊料，本伊皮肤，所以讲，迄个有嘛该判反，嘛该反出，因为我自家力量无动态啦，我种来可以见公司哈，迄种像沙飞机啊，我上就判反来赚钱，唔是让伊去拿钱，唔是靠补助，唔是你落钱本啊，唔是去求你，唔是去求你，我是坐在青菜桌，没青菜桌，我随意，没随意，我说他风险啊，安尼做哈，所以刚才想法是。2014年的时间，差不多4年前的想法。不过个当中是问题动态啊，因为大家会收你啊。你讲爱买东西，哪个东西最买？你好好做医生看病人，你去单位做个某一某事的事情啊。你讲最明爱花2年的事情啊，因为我自家做唔起来啊，我有朋友啊。种理念相同嘅一群乡下做，乡下过来啊，所以要花异常的时间，最少要2年啊。我讲你故事有没？因为你下当到后生人啊，佢咩有想法，佢咩做事业，自己开公司。不过还是老实讲，冇咁简单啊。尤其可能对那个行业嘛，冇当清楚的时间哈，当都会忘掉啦，我要建议下你，所以其实一般来讲，谈先生讲，我嘅心情系乜嘅，我嘅感觉系乜嘅，我就知道讲，其實做先生嘅人，已經種千無限，大家都知嘛，講。做先生嘅人哦，睇下要講啊，冇乜嘅生活品質，唔係講你真係冇生活品質，意思是喺講，因為太忙了，天無限咧。唔過先生佢唔係哦，佢清勤奮有冇？佢清無限哦，唔過佢清精力旺盛。故所因為清精力旺盛，佢做先生做還是到，佢講天一些難咧，天無聊咧哦。其實係因為佢清有清熱情，清有按樣嘅熱心，故所成立按樣嘅社會企業吼。唔過講到呀，大家就知，其實先生做一樣嘅事情，希望做啲幫助更加多嘅人。不過大家可能會想，佢到底乜解係妥瑞症？同大家分享一下誒。妥瑞症，大家一聽他們是解乜嘅意思啊？因為妥瑞是一個外國人嘅名，佢發現佢青少年嘅當奇怪啊，佢會經驗冇做經驗啊，冇做經驗，係會面會見痛，冇所以見嘢條。經驗條，經驗條，但是通作嘅一樣都躁動啦，躁動，見天同係佢咩調控嘅啊，佢唔係調故意嘅啦，佢做唔到控制嘅啦，喺聲音下都係乜嘅，聲音係佢將佢當到聲音話，按公司的啲啊，要都會針頭從嘛，這全部都是妥瑞症的症狀，那全部會針頭，唔過當到聲音嘅會比看到很多歌名啊，無主歌名、偏狂歌名，戲歌名，然後漫威以前先生看，佢講當然，還唔會呵，但其實呢完全是妥瑞症啊。這下邊有同大家來整理一下，對，經驗冇啊，它係單純嘅，它複雜嘅有乜嘢？它複雜像你數字話嘅，有看到嘅嘢嘛？數字來裝到疊滾，有嘛？也係複雜嘅呀。我跟下是下到一半，筆來標下來，再下，標下來就再個下。你睇咩一種嘅一種嘅抽動啊？佢聲音它單純係是清喉嚟講嘅，清喉嚨，它複雜嘅乜嘅罵人啊，會罵人。我是佢嘅發明啊，大家發明佢會講解變啊。我轉來咧，所以大家發就會發明會重複一遍啊，但是它複雜的生語型的抽動但是妥瑞氏症佢主要是講你冇辦法控制的，自家控制的動作安尼。像先生講，大家可能相親朋友，你嘅身邊可能有安樣嘅人，也有可能你係體敗談到。不過公司採發也係大家可能較唔了解嘅一種症狀，就是妥瑞氏症。所以故作基本嘅同大家來分享，就會也係喺社會底度有存在嘅一種嘅，我們可以說是一種疾病。對，個先生基本嘅就會成立安樣嘅社會企業，希望做得天數行較多嘅人，不過還有較有嘅內容，大家了一下，
等下咱再来讲。今日要强调是创位主因线上来到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的是妥瑞氏症。吼，不过今日要强线上来到这边好冇强容吼，因为佢走了一天就是委托的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来到这边，然后大家来分享。不过当然还分享，小朋友来了解一下，你係用應該而家正常，用應該而家平度嘅理解社會制度吼，可能有輕度嘅人可能低，不過有輕度人其實還唔低。係因為時常上一段節目有講到輕度佢嘅針頭係用嘅，不過輕好奇嘅係乜解咯？一般來講係咪細人嘅？細細嘅時節就做得看到安樣嘅針頭。老大家講下，妥瑞症你一聽係細人開始嘅啦。細人開始。差唔多4歲到6歲開始，一開始會有針頭，最多係經驗冇開始啦。我會見來變來變去，最嚴重係差唔多10歲到12歲最嚴重。後尾下太嘅是會慢慢下好，對那時差唔多。20歲過後，90%嘅聲音就好咧。所以太陽啊，太陽是算14為14，會繼續到太陽嘅時間。所以而妥瑞症佢一定係4歲開始嘅，18歲以前一定會出現針頭。譬如講，像主持人廿歲數，我講，哎呦，我始終係咩有妥瑞症？咁冇人講幾時開始，我講20年。梗係冇可能，就係冇可能，因為係細細嘅時節開始嘅。所以梗係算細年嘅偏痛啦，太年就冇愛嘅。嗰時候一邊同大家分享就係佢嘅確診條件。你講下妥瑞症是一個動作啊，嚟算係一種兩樣動作，如果見一模見搖頭，但是兩樣嘛聲音有一樣但最少嘅人係個突然全部出現，喺2年以上，係個18歲開始，聽下有講啊。以前18歲以前。有啲人係14歲開始嘅，不過佢做唔上下體位度，呢係妥瑞症。不過嚴重嘅常都妥瑞症哦。有啲人是出現2年、2年就冇咧，咁我哋有陣名都暫時性抽動症，暫時嘅啦，暫時嘅幾多年嘛？像而都細學嘅聲音咧，10%到15%，10到15%啦，聲音咧有暫時嘅暫時性抽動症，正經會變到妥瑞症咧2%以上。社會啊，2%以上。唔記2%有以上係講一般也係嘅比例，也係講啲有按樣嘅抽動的按樣嘅針頭程度。真係聲音嘅，唔係你講你係去細學看啊，小學看你說2%社會嘅地位度就以上係妥瑞症。其實係講像時常講嘅比例算高誒。當多啊。因為2%就有以上有可能有按嘅問題。我係知道過因為我對按樣嘅疾病我只了解它的症狀，其他人真的大家都很少去了解按樣嘅知識。我會知道過按樣嘅症頭其實佢影響較大就會人際關係，對他在社會裡面的活動方式。你講你上課嘅時間啊，睇眼眼前都喺堂課，你自己啊睇下所以始終你當奇怪啊，當你嘅心理就會有問題，錯嘛？睇下就喺講社會唔對啊，其實會去霸凌佢啊，你講你用乜嘢去吵嘢，佢佢唔係調講嘅啊，佢用乜曬，佢唔知用乜嘢處理啊，其實就屬於我背啊，因為你嗌落課堂其實本已經嘛，所以呢個問題是都兩位啦。因為佢冇法度控制，唔過佢上課喺講按樣嘢，大家就會知道佢真奇怪，他哎呀你好奇怪，對不對？喺講佢唔了解，喺講佢唔過要用嚟治療其實佢係神經系統嘅問題哦，佢係冇機會講，佢係神經系統嘅問題，佢冇辦法自己控制嘅啦。所以有幾種問題哦，大家要記得嚇，佢神經唔係調控嘅，跟住是唔好罵佢啊。當是像冇看到安樣之後嚟啦嚇，因為佢罵佢哦，因為佢嚴重嘅。大家比如講喺露台啊，佢寫寫啊，你這是比喻嗎？你係
比例啊，迄讲真紧。真紧啊，落海洗洗经验无啊？迄眼眉是同压啊。嗯。哦，你眼眉可能会看到。要买去啊！总得同弟弟讲。因为洗人经验无，都推去啊。要推去，你买去验还厉害。不要眨眼睛，人家更加厉害。因为佢嘅當嘅快題啦，你土地證也是當嘅快題啊。佢講佢啲佢唔可以驗目，唔好佢要加想法嘅時，佢反驗下佢厲害啊，佢冇法度控制啊。真的好特別，輕 TP 佢嘅意思係講，你想定做唔得做嘅事情，佢就會做。簡單嚟講就係，我想定我總得驗目，我一想到我總得驗目做嘅事情，我就驗目做。係啊，係咪有意思？所以你其實重要是講，不要阻止他。三分人越多人啲土地證係乜嘅問題，大家對佢嘅政策就忽略反應，忽略係是最重要嘅。你忽略佢就唔會按洋葱。所以係啊，佢本來唔係單聲講廿聲人。最得不太嘅低啊，因為你低嘅人吼，係咪讀到嘅人吼，是做站冇低啊，站唔低就好嚟啊。因為佢就時常講，佢係神經的問題啊。古種你係講去重視他，或是想說不要這樣子，他就會擔心，佢嘅心理有壓力，有壓力嘅時間，佢會想講。嚴重。那做唔得就變成做得，就會按樣你好。唔過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係講我們說要治療，如何判斷？係咪會食肉嘅？你講見油條啊，我要單生意嘅嚇，佢自己會算咯，見油條300下，會痛嘛？會啊，你睇見油條要300下會痛嘛？會痛，我之前會痛嘅時間嚇，你就會看醫生啊，嚇。係講而嘅同學會自動移動奇怪，就會睇家講嘅社交嘅問題。有啲嘅牙愛啊，牙會搏係會打起啊，咁你係痛啊誒可能所以本時上看。唔講用真言做唔得，因為表示牙會唔低，聲言有按用嘅問題。係有條聲言會因為佢本身細啊，佢會當自卑啊。會啊，當然會啊。因為經驗冇時見痛，佢個做唔得看清楚時常寫嘅事啊。像你條吼，狀況就可能要看醫生，可能要食藥會較好啦。因為聲音就像時常講嘅，會有情緒嘅問題嘛。那你當然你3年下對就會跌後高，就沒有辦法有一個比較好的上課的一個環境，不管是在實際的心理層次，也係講身體的層次，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嗰個食藥嘅就得改善。食藥嘅嚇，像你睇佢時嘅藥嘅嚇，90%嘅聲音啊，佢狀況會較好。因為而嘅土地真係神經系統嘅問題啦，像而糖尿病你聽過啦嚇，糖尿病嘅胰臟問題啊，因為佢嘅胰臟壞體嚟嚇，壞體所以佢嘅胰島素它唔拉，所以血糖所以高起來。錯，但你是不以胰島素之後嚟啊？係啊。像你咧土地真咩啊？佢係神經系統嘅問題啊，佢老嘅多巴胺啊嚇，佢神經傳導物質有關係啊，所以你本佢。藥嘅其實會好啊，90%嘅聲音嘅，對人藥嘅反應真好啊。不過時常有講，係講超過18歲啊，甚至20歲有輕很高比率，其實慢慢切價就好嘅，佢切價就會好。切價會好。係講老人家講，夾80歲時嘅咩啊，不係推，唔講其他會冇。真係講真係唔錯，因為佢冇推佢咩會好啊？結果總之是細個好，佢其實會好啊，唔係佢推好嘅。唔係佢講，唔係唔講，係推到20歲，唔講佢就好嘅。其實唔係因為佢大意，係因為佢20歲過後按用嘅針條就會卡減緩，也係消失。不過其實唔單止按用，它也有一種工作坊，私療嘅工作坊。因為嚇，你土地證有時要係有關啊嚇，因為。我睇下講下嚇，做呢陣佢係神經系統嘅問題，不過佢單位本嘅外在嘅環境影響到，所以外在環境影響幫佢處理，佢係有方法嘅，所以我是讓去美國啦嚇，2004年以後就按照行為治療嘅方法轉嚟推辦嚇，但係是想用幫佢教大家，我有寫一本書啦，按照
行为治疗的书哈。绝版的系嘛？嘿，你还听一版？听一版，听一版会做嘅，没做一版的，没调版的，听一版哦。该因为有新的观念落来，所以他们来用演所以再做一起啊，大家做一起，韩国倾向留了新的方式，就大家讲，所以就可以嗰種嘅工作坊，來教先生啊，來教後生人，或者是教廿愛，咁幫人處理啊。該多帶工作坊底度做啲做嘛嘅事情吼，大家了一下，等下再講。东方宇宙呢，要讲到写主意、写欣赏那种节目地图，然后大家的分享哈。上段节目你讲到动作像是妥瑞氏症的一个整条的问题啊，还有个食欲的啊，也还讲几个情形很样的。当然现场有分享青岛就会你说像工作坊，对不对？因为你讲外在因素的影响，当然也包括像艺术的创作也算。其实妥瑞症那样整条吼，伊摩擦机啊。其实会好啊，其实当奇怪，不过你第一件要扮演奇怪，其實唔係問題啦。全台灣啲人全部地圖認真係冇解問題，佢今年身份是當志願啦，係咪嚇？不過你係他演嘅夢想啦，嚇，你哋做係冇解事情啦。所以工作坊係講，我一擺騙人落來，係做嚟教阿伯阿爸阿媽廿天，係去教騙人啲，所以用那方式。然後他多年一般是不會低，嘛都行為治療嘛，所以還是可以啦，行為治療工作坊，然後稍給咧新的治療的方式啦，哈，即係判一道創的啦，哈，不過我知道他創業的事情啊，唔單單是講工作坊，工作坊是不太個低嘛，哈，佢講做得嚟法哈，那隻素材哈，生意最多。學校學校嘛，我發現現場很喜歡問答題，有沒有時候會考我，你知道幾多歲？那就會那個很像，你知道問題，我就會答案說什麼地方生意啲到，我就要說學校。唔講23秒冇講出來，是我諗講啦。唔係快問快答，快問快答。嘅學校最多啊，哈，所以人哋去做法係講，我去學校演講，然後跟先生講哈。因為時常當然就面對嘅社會嘛，你一啲乜嘢都同佢講，我要幫你攞佢聊，攞佢講下，唔要幫你攞其他嘢去講，所以時常係最重要嘅嘢，所以我是去就是學校，聽到係咩2014年，慢慢會去走啦，哈，但這陣係咪會聽嘅，冇是講。是捱3天，很累啊，輕天是應該後生人，應該後生人啊，後生嘅妥瑞的人啊。哦，真嘅。20歲、30歲，係冇去教嚟教。基本帶佢是妥瑞嘅人啊。哦。佢細時是不人歧視啊，不人欺負啊，其實當然聽我去講，嚇，佢分享其他經驗，嚇，你好多校園演講，係從台灣頭講到台灣味啊！你真嘅有啲台灣頭講到台灣味？係啊，最味嘅屏東有去哦。宜蘭嗰邊咩有去啊？嗰個先生而家清風嗬，因為你蠻愛去嘛。哦，佢有些藝是會去啦，因為總係希望講越多人啲是越好啦，嚇。唔過你下嘅嗰種嘅嘅傳播媒介當多，種 FB 啊、YouTube 啊，當多嗰種嘅東西，所以我盡量本太家己，種 FB 當好我有啲粉絲專業，YouTube 當好咩有啲翕嘅嗰個影片啊，用上去本太家看啊，本太越多人都。啲啊，大家都屬就是越好啦。不過就像先生講嘅，其實也係個傳播嘅媒體嘅方式清多。比如講，基本上第一天是也偏講，也係一種嘅傳播嘅方式。為什麼？做咩基本上講按用嘅主題，就像先生講嘅，其實按用嘅片，而啲嘅社會地度，係個唔係自家嘅，我係有按用聲音，按用嘅問題，可能。
伊即家也唔知，给那个有安用问题给加重敌也唔过其他人唔知。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泰加姆迪其实你就会变成一个比较不友善的环境，所以我们希望讲，其实同泰加的分享，同泰加来讲，泰加提高后，我们的环境就会比较友善，比较友善以后，过后呢又按用偏给人，其实他不但不。他吃眼之外，也不会受到歧视，而且他的病也不会变得更严重。其实这是一个循环，环环相扣。我经常讲其实其都好教去讲，欣赏一定要知道，你知道怎样用同按用跟 CEO 的相处，还有还没有马个远端视讯要做。远端视讯应该没有做啦，因为你有的人是带他演啊，像我有个片伊带马来西亚，伊迄苗栗大好地爱啊，讲。佢要來台灣本來講按煙啊，你說新聞治療，我按以後你有好時間啊，視訊治療，視訊還是高你用半夜，哇，假使講你帶下煙的人，唔是帶國外的人哈，太六個社會，你是說按人來處理噶，按人咩效果咩以後啊，不過唔單止按用以後，基本嘅身上有特別戴一隻口罩，口罩，就會給什麼輻射嘅，這個是一個泰雅講減音口罩。這個挺有意思誒，這大家稍記一下啊，因為口罩一般也會上來做呢個口罩啊，因為哈，你講台灣的聲音呢，其實係當幸福的啦，一般講，你看邊當簡單啊，你掛好天發掛好苗栗掛好就做得，啊你視察去無一點重量上水煙咪會多啦哈，然後係太溜嗰邊，太溜有啲地方。看起上冇咁簡單，冇是印度，冇是其他冇按進步嘅國家，你看醫生當麻煩，不過沒有頭咧真係聲音咧，佢用係曬，佢本人欺負，佢冇本人了解，佢唔敢出門，因為佢會見壞，所以我是想，現在有隻口罩，佢唔戴呢，佢聲音就冇啦呀，佢減下來，佢冇聲音其實。他私人的，佢做去抽查，佢做去看電影，唔是講本人談到，所以我開始做呢個口罩的相反的案件啦，而家口罩，差唔多做得減嘅，90%的，按度，係有啲聲音啊，你講完全冇聲音。不過就是已經輕度誒，係啊，也是帶下的嘛。當然我是帶啊，要來做實驗係。你看這種嘅聲音係有啲朋友要糖度嘅就會形成共發嘅音量係。帶下咧，帶咩唔會當難啊嗬。我來問問題哦，先生去講法，我問問題，看下大家聽得到冇？先生做分享一下，比如講。你要講法嘅音量係真爽嘅冇？從該下我同你講法嘅音量，真的很小聲呢。鄉親朋友，其實公司採訪先生一直在講話，唔過公司採訪我真係談唔清楚。先生問問題對嘛？我唔知。帶起來會當奇怪嘛？其實公司採訪唔會，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喺台灣空氣唔係清好，也係講有時候你很多感冒嘅時間，有青島人會習慣喺公眾場合，因為空氣嘅關係，也係講很多大家都會戴口罩，所以唔會清奇怪。台灣咧習慣較好啦，因為我嘅朋友我聲音有隻聲音去外國讀書啦，歐洲讀書。佢當強帶領你啊！佢帶領會把本人視作係恐怖分子。唔過也真然係無強國家嘅文化，啲歐洲嘅國家佢真然會知道講你為什麼要戴口罩，係真奇怪。要見到嘅歐洲嘅人來到台灣，看到台灣人啲戴口罩，其實知道你們台灣人好特別哦，哈，請好戴口罩。唔過先生分享嘅就係一種減音口罩，比如講係講你真正有愛用嘅針頭嘅時間，你會罵你，因為發出一些嗓音嘅時間，你戴暗用嘅口罩嘅時間，聲音就會減低很多。哈，不過公司採訪，這就是一個可以對，冇嗌經驗咩嘢嚇，當到聲音來拿呢個口罩啊，佢講減減肥減血啊，特別社會面談到，冇再去嚇，佢知道佢較放心啊，他有安全感，佢唔會
係嘛？唔會係啦，一當奇怪嘅，本來喺相反面，佢有啥東西，所以幫助佢，佢緊張嘅時嘅，佢去人較多嘅時，佢所以帶呢，喺相反嘅。所以其實像先生講誒，也是一種安全感。嗰個先生冇你剛才說那個患者，他黑講佢真嘅有戴安樣嘅口罩，我是說沒有戴起來，他擁有，會不會有一些改善嗎？有啊。當新人來拿口罩，佢本來當嚴重啊，佢拿出去佢講有啲東西所以幫助佢啊，佢較放心啊，佢真係是變較少嘅。佢唔是真嘅那種戴起來，有冇？佢就擁有就做得。因為佢講佢隨時有啲東西所以幫助佢啊，其實唔是咁緊張啊。真勁嗬，佢今日真勁清歡喜做得有請先生嚟到鴉片同大家來分享安樣嘅。妥瑞氏症同安樣嘅社會企業，希望講大家了解安樣嘅檢討啦，安樣嘅評估後，我們都要用比較完整、較空前嘅心去面對佢，好做啲本期大家好有好嘅環境。其實安樣嘅大家有安樣平同嘅年紀咪好有安全感，係咪做啲減少安樣嘅問題嗬？所以故說真係請感謝先生嚟到鴉片，強用一嘅來好冇？係冇問題。好，感謝，今天你下來又繼續嚟做認同了。